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初5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新闻大事台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在今仔日增加一个本土病例，另外台湾会加这个国家分到130万吨的武汉肺炎疫苗，有专家建议讲高风险的医护人员来先做。昨晚外交部宣布讲，台湾要伫盖亚那设一个台湾办公室，想袂到无到1天时间，盖亚那宣布取消协议，坚持一中原则。英国甲中国官方媒体全球电视网的广播接受撤销，中国也抗议 BBC 的武汉肺炎报道是一条假新闻。国内在今仔日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是编号83987感染者因厝内面的人。另外也增加3个对荷兰、美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入境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那讲到桃园病院的清零计划，采检伫中昼已经全部结束了。咱也赶紧来听指挥官陈时中上盖新的说明。那今天我们宣布有四个新增的案例哈，有3例境外移入 COVID-19 是荷兰、美国、阿联入境。那另外有1例的新增本土的 COVID-19 的案例，编号为924，是本国籍40多岁的女性，因立案839及案870的接触者，自1月12日起于住处居家隔离，2月。那4日进行隔离期满采检，那于今日确诊。个案之2名重入家人先前以匡列为839及870之接触者，不再重复匡列，但其余这2人的居家隔离期间延长到2月18日。好，那其余现在已经采检而且也检验完毕的总共有1908人，那都是阴性疫情指挥中心昨表示讲，台湾会和其他7个国家做伙分享130万吨的武汉肺炎疫苗。就感染科医生表示讲，若照分配数量来看，头一批通下好予风险较悬的医护人员大声使用。不过，也有医生认为讲，武汉肺炎病毒是真够变来变去，袂似是流感病毒同款，恐惊这疫苗单年拢爱定住。中共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初时宣布，包括台湾在内8个国家会当分配到130万吨的 AZ 疫苗，要安排7人先做。感染科医生认为，风险较悬的医护人员，也个有心的妇女应该优先做。建议医护跟防疫人员优先，医护人员是第一个，因为他们会第一个接触到病毒的机会最高，然后再过来就是对国家重要的政府官员。那就当然包括阁揆啊，跟地方首长啊，或者是各部门的副卫首长。医生讲，新冠疫苗是紧急需要，立即爱采用，所以大概需要1礼拜进行审查，看是不是符合咱国的规范，就当开始做。指挥官陈时中伫咧随时北讲，有风险注射率若到6成，就当慢慢启动边境管制上北。严格医生认为，6成的注射率要达到群体免疫，也个需要验证。因为亲像巴西推过有6成的人口有抗体，不过去年的秋冬依然发生疫情。另外，变种病毒出现，医生认为未来新冠病毒恐怕变作流感化。那现在所有投稿的文章都会先放在一个网页，大家都看得见，就知道说已经有实验室做出来说这只病毒开始逃脱，那只病毒开始逃脱。所以现在逃脱的病毒不是只有1-2只，已经很多只了。所以这个表示这个病毒流感化的机会非常高。你每年要重做疫苗，那就很麻烦。医生讲，主有风险，只敢来当减灾，袂当灭灾。未来对抗疫情，依然爱做好接水手、挂水安各种嘅防疫手段。记者综合报道。国军伫咧苗栗嘅斗焕平营区，对正月底开始有7位官兵出水珠。苗栗县卫生局对正月29接到头一站病例通报了后，就刷落去处理啊。也因为出水珠是法定嘅传染病，确诊者拢爱进行21天嘅自主管理，营区也已经完成消毒啊。目前是无病例搁再出现啊。伫咧苗栗县头份市的斗焕平新混营区，传出有官兵发生出水珠菌菇感染。苗栗县卫生局伫咧1月29号接到军方的通报，东港一名阿兵哥就医，卫生局开始疫调，一直到1月31号为止，营区内底总共有7名官兵确诊感染，应该是营区的菌菇感染。1月29号，我们头份卫生所接获斗焕营区的通报，有阿兵哥疑似有水痘的症状，我们卫生局就立即派员进行疫调。那我们的调查结果有7位的阿兵哥诊断为水痘。
苗栗县卫生局调查，1月14号有阿兵哥身体无爽快就医，不过当时并无被确诊感染出水珠，一直到1月29号，另外一名阿兵哥送医，病医较确诊。小儿科医师表示，出水珠的初期会出现敢若是感冒的症状，如果抵抗力不足，也是无注过疫苗，拢有感染的风险。它都是靠空气飞沫的传染，所以很多时候就跟感冒一样，一个人有，全部人都有可能就会得到。这些人他们的抵抗力不足，或者是他那个没有打过水痘疫苗的人，确实会有感染的风险的。所以为什么要隔离很重要，就避免散布出去。因为出水珠是国内法定的传染病，依法确诊当天就必须要通报。苗栗县卫生局目前无发现野区有延迟通报的状况，确诊者嘛拢已经登去处理自主管理21天，为1月31号到即马拢无新的确诊案例，野区的出水珠疫情应该初步受到控制。记者苗栗综合报道。讲到桃园病院的清零计划，伫今仔日中昼进程已经完成采检咯。若讲到桃园病院过年了后才通好恢复营运，若阵过年期间民众有需求，桃园地区的病院敢有法度来承担呢？桃园市长陈文灿表示讲，初八下晡的联防会议就会来进行讨论。排队人比前2天减少真济，工作人员依然一直提醒保持社交距离。卫福部的桃园病院专院清零计划，连续3天分5批采检2136人，初5中昼结束。这是第2次采检比较放心啦，因为万一有病麻烦呢，不是我一个人得病，成了很多呢。针对桃园病院年后才能恢复运作，桃园市长陈文灿表示，初八下晡会举行11间急诊病院的联防会议，检讨春节期间急诊门诊大院能量，强调市民健康照顾免拍折扣。也是要看这整个核酸检定的结果，判断风险高低后，才能够决定。那所以我想，2月8号我们会再做一次这个联防会议的盘点。报了桃园病院恢复专案清零计划初5按算采检完成，陈文灿表示，希望能有好的结果，不过也强调疫情也无结束，依然爱照步来，防疫工作免有任何的疏失。记者综合报道。昨咱的外交部才宣布讲，台湾要伫盖亚那设一个台湾办公室。想未到咱宣布了后，无到1天的时间，盖亚那外交部就发出声明表示讲，停止甲台湾的协议，强调一中政策，甲中国的邦交袂变卦。但台湾除了表达遗憾以外，也批评中国这款共施压的行为。台湾外交部初时宣布，伫南美洲国家盖亚那设台湾办公室，1月份签署设处协议，目前才咧完成相关筹备作业。不过消息一出来，就引起中国强烈反弹。无到24小时，盖亚那外交部甲国际合作部就发出声明，强调一个中国政策甲中国的邦交无变，甲台湾协议因为沟通失误而终止。我们希望有关方面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不互设任何官方性质机构，切实采取措施纠正错误，消除负面影响。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挟洋自重、图谋在国际上搞分裂活动的行径，都是绝不会得逞的。中国甲盖亚那1972年建交，伫当地也设有大使馆，影响力真深。特别注意的是，盖亚那宣布撤销台湾办公室的同时，盖亚那外交部长陶德也发布新闻稿，宣布中国对盖亚那捐2万剂的新冠疫苗。陶德也抛出甲中国大使馆人员会面的相片，向中国政府表示感谢，证明两国坚实的外交关系。背后的原因是真明显。台湾外交部对盖亚那的决定表示遗憾，也批评中国政府邪恶。因为中国政府施压而片面地宣布终止社畜的协定。在经过多方努力之后，仍然无法改变盖亚那方面的决定。我国政府对此深表遗憾。中国政府说一套做一套的方式，只会更加凸显其邪恶的本质，并且让两岸人民的距离更行疏远。总统府也对中国强烈谴责和抗议，这让国际社会搁一摆认清中共政权的本质。中国的打压无可能让台湾有任何的退步，台湾会继续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进前对台湾伫盖亚那设办公室，美国国务院甲 AIT 拢特别发出新闻稿肯定，雄雄破局，美国到即马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伫咧1991年发生的拉法叶弊案，瑞士迄当时有查考大约是美金9亿的后声。不过，瑞士的司法部表示讲，会还予台湾得要到1/3的金额，大约是新台币74亿。其他的部分因为无法度证明是贪污所得到的，日后也会还予王团破家族。拉法叶军人采购弊案，30年过去啊，有上新的进展。瑞士司法部表示，进前甲台湾查考的9亿美金当中，会甲要2亿6600万的美金，差不多74亿的台票还予台湾。嘛强调讲，这个钱是台湾迄当阵买拉法叶及顺丰南交易当中支付非法的 commission。剩下那个钱呢，他大概就没有办法还，因为他没有办法证明那是贪污所得。1991年发生这个弊案，迄当阵的军火商王团破，甲迄当阵的海军上校郭立平，互指控收袂少 commission。郭立平伫2014年被判刑定刑。王团破伫1993年逃走去外国美，2009年去互台北地方法院通缉，2015年伫英国判病过身。伊留落来犯罪所得，还佫有利息，差不多9亿外美金。到2019年，最高法院裁准没收对定犯罪所得3亿外美金确定。即马瑞士同意甲要1/3的钱还予台湾，不过剩的6亿外美金，瑞士表示会还予王团破的家族，而且检方甲王团破的家族，双方拢袂当佫提出控告。如果说9亿多美金都是佣金的话，拉法叶军舰然后卖给我们，是怎么是把是当礼物送给我们，还是怎么样？我不认为9亿多都是拉法叶的佣金。针对这点，法务部证实，这个案件有相关的进展，已经由检察机关调查甲处理，嘛会持续进行司法互助，甲不法所得赶紧就倒转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议员黄捷的罢免案2月初6，也就是明仔载就要进行投票咯。今透早黄捷伫街头拜票了后，规日也会甲民进党高雄的立委甲市议员轮流游行扫街。另外，讲到这个罢免团体，因透早也进行扫街催票，暗时佫会举办罢免之夜，连国民党立委也会落难做工。罢免案投票前上尾一天，高雄市议员黄捷行程满满，进行最后的拼场。除了民进党高雄立委刘世芳苦地嘅陪同扫街，无共党的台北、新北和高雄市议员小厅，黄捷承认正面迎战罢免案，难免有一寡紧张。忐忑紧张都是难免，罢免的选战上面用这种正面迎战的方式，其实是相当大的挑战。那对于台湾过去的习惯，或者是说对于这种罢免选举的想法来说，都可能很不容易转换过来说，如果支持要投下不同意票。它是一个最标准的北漂女儿回来高雄奋斗的代表。那现在有人为了不是跟罢免相同的理由来罢免他，其实是一种威权体制的遗毒。要拼通过罢免门槛72892票的罢捷团体，下早也嘛进行扫街游行。选前之夜最后催票时阵，要举办唯一一场大型造势晚会，国民党10多名立委南下徛台。据我们得知，某一个军团的官兵反映，至今还未得知到可以投票的一个通知。总统带头行政不中立，影响地方罢免案，拉着蔡英文的裙角一路往上冲，在政治上见异思迁，见利忘义，过河拆桥，这绝对不是年轻人从政的典范。地区性议员罢免案投票，演变做全国瞩目的焦点。高雄市选委会特别提醒，2月6号投票日12点开始，要遵守6条原则。虽然这边的投票只有伫红山区进行，国外县市无投票权的民众跨区宣传，含用活动宣传罢免案，也是透过社群媒体发布转达相关的图文，拢会受罚。另外，投票迄天，伫投票所行来行去，带手机入去，含掠掉罢免票，嘛拢是违法的行为。记者李小文、赵冠、江兴坤高雄报道。
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回来到国民党了后，近日开始风声蹦影。有人讲想要拼连任的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希望得到赵少康的支持。不过赵少康本人却是否认这项谣言，甚至江启臣也开始甲真正的党主席拜访啊。有人认为讲可能是想要甲党主席这个大位坐好掉。支持反内底公车，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特别去到台中，讲到反内底人数要超过50万，伊呼吁带政府赶紧法庭。搁伫同一天，伊嘛发布新年展望影片。大家辛苦啊，过去积极。这影片，江启臣呼吁民众后一届用选票做出更加好的选择。敢若为着党主席的保卫战，江启臣低调展开拜年的活动，陆续拜访前党主席连战、马英九、朱立伦等人，说明中共董事长赵少康要登去国民党的代志。江启臣嘛证实有去请伊，因为在野党必须要团结，但赵少康重新登去国民党，敢是嘛有江启臣的连任之路真有压力。我个人心中自有一把尺来判断。哪些人我们可以来邀请担任为中评委？那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一切就是照党的一个程序该怎么样来走，我们就怎么样来走。国民党没有内奸我相信我的团队。甲赵少康和郭鲁的三人会面，消息外流，江启臣否认国民党有内奸，佮强调要聘赵少康是中评委的代志无变卦，而且党有党规，要修改拢必须爱党内有共识。但是有消息指出，江启臣要向赵少康表态要连任，伊希望赵少康爱支持，和赵少康否认。我没有说要支持他嘛。那他有当面寻求你的支持？也没有，他也没有，不可能了。他也是一个水准很高的，他有时候他一直表达说他要寻求连任啦。那我也没有说我一定要选，这是真的，不会啊，罢节归罢节嘛，是主席归主席，这两回事情嘛。初六就要进行罢免黄捷的投票，不过赵少康登去国民党，敢若互罢免黄捷的声量受到影响，伊敢是会去高雄小天。赵少康认为这甲选党主席是两战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国际新闻。英国的通讯管理局初时已经撤销中国国防媒体环球电视网的伫咧英国的广播执照，理由是环球电视最后的偏心是去互中国共产党所掌控的，违反着法规。想要到无偌久的时间，中国外交部就发布新闻稿表示讲，已经针对英国 BBC 一站疫情报道的假新闻提出抗议。中国甲英国因为香港甲 BNO 护照议题起冲突，进而对外交转到媒体去啊。英国通讯管理局初时发表声明，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声控华文传媒电影有限公司违反英国的广播法规，无应该继续持有广播执照。英国通讯管理局表示，这个频道将基本偏心是由中国共产党掌控的，已经予 CGTN 几啊届的机会修正，不过拢做无够，因为安尼决定撤销 CGTN 伫英国的广播执照。撤销的消息传出来无偌久了后，中国外交部表示，已经针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1月26播出涉及新冠病毒疫情假新闻的代志，向 BBC 北京驻地提出严正的交涉，要求因爱回实的，而且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有关的这个媒体采访的一些这个人士啊，也多次被证明不过是一个散布不实消息的演员。根据中国外交部相关人员交涉过程的资料显示，假新闻起用认为是 BBC 1月26一篇武汉封城1周年，俄罗甲好人并存的报道。记者赵瑞进前嘛捌因为报道新疆人权的新闻，去予北京抗议。中国甲英国最近为着香港甲海外国民 BNO 护照等等的议题关系恶化，英国放令香港 BNO 护照持有人移居当地限制。北京当局无爱承认 BNO 是旅行证件个身份的证明，即嘛一个撤照，一个讲新闻造假。双方战场已经为外交转向媒体的领域。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美国的新任总统拜登正要开始新的规划咯，伊初时去到国务院发表伊的外交政策，伊表示讲美国转来啊，外交也转来啊，头期先会和德国以及着北约成员国恢复关系，也讲到讲中国依然是目前上界大的竞争对手，不过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条件之下，会和北京来讲合作。另外，缅甸的政变事件也加做拜登实行多边主义的初期试验场合。Those of you who are stationed overseas and have been stationed overseas, you're America's face.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对美国外交官所讲的话。伊就任后访视内阁机关，对国务院官员发表演讲，主要是外交政策。I made it clear to President Putin, in a manner very different from my predecessor,
that the days of the United States rolling over in the face of Russia's aggressive actions, interfering with our elections, cyber attacks, poisoning its citizens are over. We will not hesitate to raise the cost on Russia and defend our vital interest and our people. We'll confront China's economic abuses, counter its aggressive, coercive action to push back on China's attack on human rights. But we are ready to work with Beijing when it's in America's interest to do so. 拜登表示，以外交领导世界是甲盟友加重要友伴并肩作战。缅甸的军事政变也成做拜登多边主义初期试验场所。进前已经表示会对缅甸军方制裁。Over the past few days, we've been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o bring togeth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address the military coup in Burma. The Burmese military should relinquish power they have seized, release the advocates and activists and officials they have detained, lift the restrictions o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refrain from violence. 拜登将前总统川普过去美国优先路线改道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将川普提诉请驻德美军计划停掉，努力甲德国北约成员国关系回稳。在也门长期内战中，也停止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军事攻击，结束世界上上严重的人道危机。公司新闻黄云玲报道。美国的众议院伫当地时间初四暗时进行投票，确定剔除共和党佐治亚州新任众议员个人的委员会职务。个人进前捌讲过真侪共骗受别人的言论，甚至阁支持极右派团体行动。也因为共和党拒绝处罚这位有争议的议员，民主党落尾也发动表决，甲伊赶出委员会。The yeas are 230, and the nays are 199. The resolution is adopted. Without objection, the motion to reconsider is laid on the table. 伫美国的时间初四，众议院以230张同意票，得到共和党籍新任议员个人伫国约加劳工委员会抑个预算委员会职务。原因是个人伫咧过去发表过真侪歧视言论，伫咧社群平台也宣传各种阴谋论，更加互人讲伊支持极右派团体立命遮口。She encouraged violence against law enforcement and has a long record of racist, anti-Semitic, and Islamophobic comments. 然后民主党批评，连共和党的参议院领袖麦康奈进前也批评个人是共和党的毒瘤。个人也伫咧表决前替家己辩解，并且对家己过去的行为感到后悔。And that is absolutely what I regret, because if it weren't for the Facebook post and comments that I liked in 2018. I wouldn't be standing here today, and you couldn't point a finger and accuse me of anything wrong.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伊虽然谴责个人的言论，也过讲民主党的行动只是党派的权力之争。Never before in the history of this House has the majority abused its power in this way. 虽然共和党的领袖麦卡锡挺共党，也过伫咧表决的结果，共和党有11个人走票。显示共和党内部意见也是无同。伫进前，则因为煽动民众到国会暴动，造成包括国会警察等5个人死亡。前美国总统川普遭到弹劾。川普伫咧退任进前，拢无公开出现。参议院已经确定伫催告要审理弹劾案。不过，川普的律师已经讲，拒绝去国会作证，也讲民主党的要求是伫咧乱闹。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辑。今仔日美股大起，连带影响到台股。伫过年进前上尾一天的交易日，就开悬走悬，盘中捌起231点，落尾收伫15802点。台积电、联发科带头，中裕航空、华航也对得起，做纸业暴利也变悬。就分析师表示讲，目前整体经济政治形势犹原是正面的，加上全世界的武汉疫苗开始注啊，已经对经济冲击有机会会当变了下降。讲到目前全世界拢在咧欠车用晶片，美国也希望台湾这边会当倒出手。台美双方今仔日透过视讯会议进行半导体供应链未来合作的座谈会。经济部长王美花伫会议结束了后，也表示讲，座谈会甲焦点放伫咧产业对话，有不少业者认为讲，美国应该邀请台湾加入 CPTPP， 甚至签署 FTA， 深化台美合作。
最主要是业界之间的对话，那我们来了解双方业界有什么样的一个介绍说明，跟交换意见。台湾因为对IPR 的保护，对营业秘密的保护呢，也造就台湾今天有这样的发展，甚至也提到说，甚至国际上可以来成立一个营业秘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联盟让大家有更好的这个营业秘密的保护。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讲台美合作的关系是离本壁壁本离。这回出席的台湾业者包含着台积电、联电、联发科、旺宏，和美国业者进行视讯交流。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英杰也专程参与。不过，外界上界关心的用晶片换疫苗的部分，王美花表示，讲会议是民间单位伫咧发热，无讲到疫苗的部分。最近有一款真正的语音社群 App， 叫做 Clubhouse， 有真侪人拢伫咧用。不过，即摆也传出讲 Clubhouse 的技术核心是对中国来的，恐惊有自身安全记录。最近有愈来愈侪社交 App 兴起来，其中一款是用语音开讲的社交 App Clubhouse， 使用者会使伫 Clubhouse 内底开开讲间，自由选主题，做伙开讲。不过，即摆有消息指出 ，Clubhouse 的技术其实是中国技术商 Agora 提供的。袂少人听到开始烦恼资讯安全的问题。这内底是处理声音主要的技术吼，是听讲用一个伫咧中国的公司叫做声网啊，叫 Agora。咱若知影讲，若是你的技术用中国的公司有一个问题，就是讲你的资料就存伫咧中国的资料库内底。现代人大量使用手机传送资料，有真侪重要的资料拢伫手机内底，民众要安怎保护家己的隐私，是真重要的问题。行动应用资安联盟表示，政府针对 App 其实是无强制要求一定要送检，而且面对中国背景的 App， 民众是无一定的要义。会有一些，不会。我不会，就都会使用，就觉得好用啊。技术人员拢知影讲，资料库有分两种。一种伫咧中国，一种无伫咧中国。因为你若资料一旦存在中国的资料库，伊就是讲中国政府随时要摕就会使摕。现在科技真方便，但是隐私也是真重要。民众伫咧享受科技利便的时阵，嘛爱注意隐私的状况，来保护家己。记者郭碧君、张玉水台北报道。财政部最近公布一份调查，若以个人来算，全台湾有厝的人大约是804万人，其中有4%的人大约是32万人，手头顶头有4间厝以上，另外手头有要到10间厝的人，也要活到2万人。讲到买厝，即马真侪人拢讲家己买袂起。不过财政部最近公布去年房屋税个人规划的统计表，全台湾有厝的人总共是804万人，其中个人有4间厝以上的有将近32万人。那甲去年315000人比起来看，差不多是特别增加1.1%。有人就怀疑，为什么囤房量无减少，反倒倒来是一直增加的？他们多数不大会用个人的方式来去做持有，再加上就是你可以开公司也可以节税，所以多数会采取所谓的法人持有的方式来去规避掉可能自然人持有所产生的风险。不动产专家表示，照因的观察，若一个人有几啊间厝，除了短时间继承，嘛可能是伫贷款利率较低时阵搁买的，或者是进前买有售厝，即马交厝，袂当讲安尼就是囤房。另外，财政部即摆也特别公布去年家户归户的统计表，做文团体认为用家户来算，较能反映目前的情形，才能够真正描绘我们的家庭的房屋的持有有没有集中的现象。既然可以做去年的话，他要不要统计历年？可能例如说从2010年开始。家户规划统计是按照一户内翁某甲无成年的囡仔来算的。做团体认为，财政部若是会当将几啊档的家户规划图表拢统计出来，可能较互大家了解台湾目前是毋是有囤房的情形。财政部表示，未来个人甲家户两种的统计表拢会公开。记者综合报道。
徛伫咧居住正义的公民团体，日前伫台北市内做一间店面，也甲店面装潢做袂输是买袂厝的中人公司共款，也甲伊号名做天良房屋。虽然讲无买袂厝，却是收集正人意见，因有找2000个民众做调查，发现讲无够1成的人因有家己买厝来住，超过2成的人认为讲厝价伤过悬，薪水伤过低，今生今世是无买厝的希望。今年1月初6，做运团队伫咧台北市罗斯福路做一间无够10平的店面，叫做天良房屋。看起来敢若是房仲业，不过伊毋是伫咧做不动产的买卖，是伫咧收集民众巨大的问题。对将近2000位受访的民众的意见内面发现，大部分人的心声拢认为，即马厝价伤悬。买袂起，伊个做袂到好处。88.3%的民众是没有房子的，是20-30年，其实差不多30岁以上就开始可以买房子的讯息，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跟警讯，表示我们的房价一直在飙涨。调查对象有7成是40岁以上的少年族群，收入超过4万的占6成，不过有一半拢伫咧租厝，超过3成5家出来人大。只敢若无够1成会当家己买厝住。另外，买厝通过原因的前3名，有9成以上认为是厝价伤悬，其中有将近3成认为需要21到30年无食无啉才买得起，有超过2成的人认为这些人恐惊无法度买厝。另外有7成7的人认为囤房空厝一大堆，厝价拢无搬。另外有6成以上的人认为买厝拢伫咧买公设。那内生租厝的问题也是一大堆，包括租金伤悬、租金的补贴看会到、食袂到，做头家大部分拢是偷走税。透过囤房税，让台湾大量的空屋释出。我们另外一个方式是，我们要推动一些房东的税改，来落实我们的租屋政策的登录。巨大问题遮尔多，做运团队算是要推动主体税制改革，呼吁保障巨大消费环境。做运团队甲民进党、民众党等跨党派合作，强调后一个会期要扫做运2.0，其中还佫包括推动建物公设分离价格，还佫租赁专法要增订法则等机制。记者综合报道。人讲饭碗歹芳，其实各行各业的饭碗拢真歹芳。根据台北市劳动局的统计，最近这3年的职业伤害通报案件当中，旅馆业甲餐饮业单年拢是排第1的。劳动局也讲，伫过年期间会加强劳检，防止劳工过劳加职业灾害发生。新正就要到啊！做食的业者抢咧做围炉梅料理的生意，不过餐厅的员工无用咧煮食甲烹菜，无细致可能就会受伤。根据台北市劳动局的统计，最近这3年受理的职灾通报的案件，拢总有629件。带小甲餐饮业每一年的数量拢上济，而且伫咧所有的行业内底占3成的比例。劳动局伫咧春节期间加强劳检，以防劳工过劳甲职灾的情形。今年度我们会要求这个企业要加强这个所谓的自主管理，并且劳工的自主管理也很重要。伫咧运输量真大新增的期间，客运业嘛开始发生劳工过劳的情形。根据劳动局的统计，去年劳检台北市的客运，12间业者全部拢违规。初3甲劳动部联合劳检台北转运站客运的业者，统联甲各公客运拢有超时加班的情形，会积极要求业者爱改善，还有检讨司机的配置。45000多个就业，等于它比108年经济好转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还是成长了22.1%。那甚至雇主，我们鼓励雇主呢，让他自行禁用，去找一些人禁用，他也成长了3.7%。去年疫情期间，各产业的景气拢受到冲击。根据劳动局的统计，台北市有3成9失业的人口，无薪假通报被灾有23000多人次，找头路的人比去年加8000多人，会持续透过多元的管道协助劳工就业。记者综合报道。有基金会去分析去年囡仔发生事故的新闻，除了虐待、操打以外，去年上无有345个囡仔因为事故受伤死亡。其中交通事故加照顾当中的欠点，犹原是囡仔发生事故前2名。也若讲到第3名，就是设施安全，有真侪囡仔是对厝2楼顶摔落的案件，是顶年仔的4倍。离开公司了后，专心踮厝顾3个囡仔。恁是总是特别注意遮个囡仔的安全，尤其因兜住伫9楼，露台、窗仔门的安全是互伊特别斟酌。
窗台旁边不能放可以攀爬，因为之前我先生在整理玩具的时候，就把一些可能像厨具组啊，就会把它放在比较靠近窗边，那小朋友就会爬上去，我真是吓死。不能在窗边。袂伫窗仔边蹲物件，窗仔门嘛会锁起来，抑阁直接提醒囡仔袂当挖进窗仔门，就是要避免囡仔摔落楼骹的意外。尽管基金会分析109年儿童发生事故伤害新闻，事故原因排第3座是建筑物甲设施无够安全，其中伫处理摔落楼骹的案件，比到108年是加码4倍，原因就是大人无伫边仔看过囡仔。也若即卖法规已经修订做窗仔、露台袂当设计环的间仔，来避免囡仔摔落楼骹。不过定义无明确，各县市的标准嘛无一致。所以变成说，只要水平横条就一律不可以设计。可是非水平横条的话，可攀爬的那个设计还是存在。那事实上基本上没有杜绝掉我们讲的坠楼。除了搁再呼吁政府修法，尽管指出民众卖当利用夹仔也是把促车甲窗仔门禁掉咧，互囡仔莫甲窗仔门塞开。而且公务大楼管理条例已经修改，处理若有12岁以下幼囡仔卖当加装稳型的铁窗来保护囡仔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啉茶杯底唔通饲金鱼，若做你都无啉好大，对我是无尊敬哦。一寡讲逼酒的话，咱是定定听到。其实逼人食酒可能会害死人。卫福部国健署公布上届无受到欢迎的逼酒行为前10名，而且也讲到咱台湾有一半以上的人食酒了后面会红，是因为咱的身躯内面欠缺甲酒精代谢酵素。我们随着酒这样经过我们的嘴巴到食道、到胃、到肠子，然后肝脏代谢，它所经过的任何地方，它都会增加这些器官的癌症，所以口腔癌、鼻咽癌、食道癌、胃癌、大肠癌，还有肝癌，还有甚至女生的乳癌的机会都会增加。我不能去参与这种在工作上，我要坚持那一种，我是主管，我也不会叫人家喝酒。有真侪已经戒酒的民众，拢呼劝别人千万唔通强迫别人啉酒。国健署表示讲，民众尚无介意的逼酒行为，就是耍输就爱罚3杯化酒群，啉就爱啉甲茫这款的行为。国健署也讲，啉酒会破坏身体免疫系统，也增加着感的风险。伫咧嘉义县，聚会人是较济，是全国排第1的，也因为有聚会时段，因为因的心脏跳动无规律，常常引起脑中风。伫嘉义就专家结合 AI 科技来做心脏检查。双手搭上设备，只要30秒就会当来检查心脏的健康，互民众会当知影家己心脏血管的情况，嘛方便医生来治疗甲预防。心房颤动的病人，他产生中风的比例，根据流行病学研究起来，大概是没有心房颤动的一般人的5到6倍以上。所以你如果早期把这个心房颤动的病人把它筛选出来，然后给他这一种适当的抗凝血剂的治疗，那这些病人他就有机会能够远离产生中风。嘉义县政府表示，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资料，全国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有51.6%，但是嘉义县却有76%，所以才透过台中营总出来全国心脏医学专家，替国民甲时代检查心脏。民众足简单呢，你看30秒就会当来检查出讲是毋是有这个问题，甚至咱家医学中心这医生来结合，就是讲，是伊安尼做检查的时阵，会当有判断。啊，早期来互人了解的时阵，你得注意到，讲我可能心脏有这部分的问题，爱去看医生。台中营总表示，心脏疾病有时阵当发生都已经袂复旧啊。透过检查会当来提早预防。目前这个检查计划只有伫家人、宜兰甲嘉义咧设，未来这个资料嘛有可能提供予国健署来参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食到饱肚底，有真侪物件是咱目用目睭看无的。为着要确保菜色果子拢是健康安全的，北农推动化学体检，而且一寡菜色果子是对象来的，拢嘛清清楚楚。农委会主委陈吉中今仔日去视察北农，伊也强调讲，北农的做法除了确保品质，也方便消费者对查源头，未来也会推广到全台湾的市场，提升农产品的销路。
详细看菜色甲果子的品质。伫北农人员的解说之下，来视察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表示真满意，因为北农这2年推动质朴化学快速体检，还佫结合供应人徛名制，甲 AI 人工智慧，除了确保菜色甲果子的品质，也方便消费者了解来源相关的资讯。农业部门就是要让消费者在过年之前，所有的农渔畜产品供应无虞，那让我们优质的农产品可以卖给所有消费者。在同个时间，我们要把惠州猪瘟的防疫守住。非洲猪瘟伫全球咧滚价，陈吉中强调讲，一定会严格来把关，嘛确保新正会当正常出货。因为人事等等相关的因素，致使北农的争议。陈吉中强调讲，伫即马经营团队的拍拼之下，这已经是过去的代志啊。即马营业额有一直在提升。北农之前曾经有一段纷纷扰扰，可是那个纷纷扰扰过程中，不会抹灭农委会跟台北市政府共同在北农这一边的专业的经营。那我也特别感谢台北市政府柯市长的当初的要求的实名制。陈吉中强调讲，北农改善批发市场冷链的设备，提升果子甲菜色出货的品质，嘛针对公司的营运结构做改革，结清旧制度退休金。未来嘛会甲北农成功的案例推广到全台湾各市场，提升农产销售的通路。记者综合报道。所以来到伫要过年咯，若讲到过年，就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囡仔是欢喜过年，大人是烦恼无钱。为着要互弱势民众安心过一个好年，云林县政府结合20个乡镇市公所和县内65个派出所，提供420包的食物银行紧急物资包，加50包的保暖物资，互即寡有需要的乡亲甲家友，希望因会当安心过好年。甲每一包物资袋拍开，内底有面条、白米甲罐头，这些拢是要提供予较弱势民众来使用，希望因伫过年期间，坐点头拢休困的时，卖当过一个好年。也为着予这些民众领生活物资愈利便，云林县府社会处结合县内各公所、派出所就近发送。那如果我们透过一些家务访查或巡逻，有发现一些家庭比较贫困的，或是缺有的部分，我们会主动来发放这些这个食物银行的一些物资。云林县府社会处表示，运用公益彩券分配到的利润落去补助。云林县内食物银行自101年办到即马，平均逐个月会当帮赞340户需要物资的弱势家庭。也今年受到疫情影响，结合派出所的警力，到发送爱心物资。利用专管警察局分局的这分驻所，总共有65位这分驻所提供450份的这个紧急的物资包。这个紧急物资包内底包括讲除了这个基本生活咱拄仔讲的这物资之外，一个家户拢有放25个这个口罩。社会处表示，过年期间，甲紧急物资配送到各公所、派出所，希望各单位做伙加强关怀，守护弱势民众。人员若是发现真需要纾困，或者是救助弱势家庭，会当就近分物资互因平安过好年。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过年伫要到，有真侪民众拢会出外去行村。若阵去行村的时阵，会得选择爱空旷所在，而且该挂水按摩。也因为这个早当场啊停止引产，台南后壁顶中社区也改整一个破树局日头花，大片的花海也吸引到不少游客来遮行踏。因为旧年雨水落无够，尤其南部地区水情暗倒，今年台南市的早当场只好停止引产，也后壁区、顶塘社区应变这项政策，场产改整破树局、日头花转型变观光，花蕊很娇美，大片花海确实吸引不少游客到地欣赏。过年期间，咱会当来遮看花，会当来遮参观阮的社区。阮遮有阮在地的一寡食材。也顶塘社区毋但夜市种花，互来到地民众看水。农民搁开一块地种菜苕、种果子，游客通亲身落去田里体验满菜的趣味。来种一寡菜，互人客，我们的游客来到这边，他可以现看现采。我们可以帮他现煮。想要看水，落田板菜也阁无够。顶塘社区伫过年期间开胃济趣味的活动，打摆古早味，互游客食青。假日时啊，阁有街头艺人音乐表演。虽然因为欠水，无通引产种稻啊，毋过台南后壁变巧，改利用农村的特色，变观光、变经济。欢迎民众第二节去到顶塘社区行踏，看花蕊可爱，有食阁有掠。记者综合报道。
过年特别到，有真侪人会准备一寡花放伫厝内，增加过年气氛。不过，这花要安怎种、安怎顾，咱赶紧来听专家建议。再过一礼拜，特别过年啊，真侪人过年时阵会传一寡盆栽，放伫厝内加添喜气。除了较侪人知的兰花，佮有啥物款的花较适合？老师提醒，因为过年放假时间较长，建议买一寡较袂遮紧冷的花材。我希望过年的时候呢，家里就有热闹的气氛，然后呢，希望我家里呢有喜气洋洋的感觉。选一些银柳，那就感觉好像银两很多啊，或者是说像我们的荆棘呀，感觉好像也是那个很吉利。建议大家放一下比较耐久的，比如说像这个兰花的盆栽。兰花我们通常摆的话，可以摆到1个月到2个月。切花的部分的话，大家可以挑选一些有年节的感觉的菊花，因为菊花在我们台湾来讲算是产量比较多，而且菊花是非常耐放的一种花卉。除了安怎种花材，老师嘛针对要安怎照顾兰花，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压伤济水，1个月敢若需要压1遍至2遍都有够。你可能1个月1次到2次浇水就可以了。你反而多水的话，那你的盆子如果又是封闭的，没有洞，它的水排不出去。植物反而容易烂根。新日市花艺设计学会，嘛特别伫过年前透过37位老师设计真侪适合过节放伫厝内底的艺术品，希望大家透过欣赏美丽的作品，减轻疫情的压力。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屏东县政府伫5年前就带头，甲中教融合入去高中各中的课程内面，嘛结合着社区和学生囡仔去甲时代互动，互相观摩别位是安怎做，也互课程的内容丰富佮多元。屏东县是头一个将长期教学的课程加入去高中课程内底。这几年来结合落地园区、亲身体验，新立第一座长辈居家生活体验教室，互学生会当真正体会到长期教学推动的意义。长照融入记忆课程里面，那我们也看到那个成效一直出来，孩子从跟长辈的疏离慢慢靠近，慢慢能够体谅到这个长辈他的需求这样子哦。那这样的课程在我们的国中里面，它利用教育部所规定的13个科系里面，然后去融入。县府嘛无定时举办研习会，邀请侪侪学校的校长举办学校体验甲讨论，让课程更加多元化。我们知道课程的设计它是一个滚动式，所以这个课程慢慢发展，就知道说，跟人家请益，跟专家学者这边来帮忙，就知道怎么样对于这个长者跟孩子的这个教育有更好的一个学习向度。处长表示，长期教学技术甲课程结合，对学生未来的学习甲一场有最多帮助。未来伫长期教学的课程当中，嘛会当结合无同款的族群，展现出无同的特色。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新营后镇派出所有一位少年的查某警察，号做吴玉清，伊嘛是网络插画画家。普通时会画图分享上班的代志，嘛协助警察局画宣传单。伫咧荧幕顶悬画出古锥的翁仔，伊是网络插画作家，嘛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新营分局后镇派出所的警员吴玉清。伊用交通大执法做主题，画出警察执勤的艰苦甲趣味代。新营分局都会提倡同仁，尽量不要追车，除非说有发现真的很重大的刑案前科或是重大的案件，所以我就以这篇以不要追车的出发点去做一则4个漫画。吴玉清自细汉就喜欢画图，做警察了后，嘛是继续咧发展这项兴趣。毋但是为着要提醒民众要注意安全，也互人了解做警察的辛苦。因为吴玉清的创作风格古锥佮趣味，所以即马毋但是新营分局，就连警政署的梅俊也 NPA 署长室，嘛请伊来到画图，互警方的形象更较活泼温暖。警政署的粉丝专业 NPA 署长室的大头照 ，TNPD 局长室就是我们台南局长室粉丝专业的大头照。另外，吴玉清嘛行入社区。利用画图的方式来宣传交通安全，伫咧禁令宣导的时阵，嘛当有近警民之间的距离。
记者综合报道。歌手张瑞川是台湾头一位用白色恐怖历史编做 rap 的歌手。去年底摕到美国独立音乐最佳 rap 专辑的头奖。美国评审虽讲听无台语，不过也是肯定伊的创作，咱赶紧来听看卖。刷来甲盐38年白色恐怖，管你外省本省客家好佬也是原住民，当看你袂爽，你就马上无去，另外老母两个查某囝全部刣死。对白色恐怖、林奇雄黑暗、唱到言论和思想自由，互政府束缚，就连母语节目也互政府禁起来。台语 rapper 张瑞全，这块合作囡仔的歌，也唱出一对逝世的愿望。换另外一种风格，张瑞全同款以台语做基础，佮用英语 rap， 就让世界各国知影台语就是 my language 我的语言。And this year's winner for rap album, Exodus, Retrospective and Perspective, Chang Wei Shuang from Taiwan. 讲伊的语言，不是伊的努力，讲伊的语言，因为我已经准备用武术、枪兵，夺甲我的命，改变伊的音乐文化、信仰甲文明。要去挑战迄个讲台语足爽的这个想法，我不爱写北京话，要写嘛写来写英语的，互外国人来知影讲咱台湾人嘛会使做足赞的音乐安尼。张瑞全伫咧读大学的时，就组乐团，要借重金属音乐的乐头，展现台语音乐的水。伊读袂少许市民时代的册，用10年创作15条歌，收做这对合作 Exodus 出走的专辑。伫咧去年年底，摕到美国独立音乐奖 JPF 上好 rap 专辑奖。You can't fake sincerity, and sincerity is important in music. You could tell that what he was speaking was his truth. And like I said, he had enough English lyrics in there that we could tell he was a freedom fighter, and that appeals to Americans especially. 唱台语，因可能嘛无一定听有，你的想法，你上真的迄部分，特别是艺术的部分，人一定会知影你想要讲啥。OK， 小心哦。来，cool。OK， 还可以吼。其实张瑞全是一个发行了后的第11档加吊顶，这中有尾20年，拢伫咧大学教英语，早就脱离音乐界。伊讲心内难免有寡感慨，不过伊无遗憾。我的学生就是我的音乐啦，未来真正有机会来出写歌啊是啥物的吼，因可能会变做我的这个乐手，甲伊合作。电那唱大只鸡慢啼，张瑞全费心神作为专辑，虽讲有较晚红注目，不过伊讲伊会继续用正义和保护弱势的心情，用心创作，让音乐无国界，也要参加的音乐经济，斗阵替台语音乐发声。记者阿敏晶、陈玉水综合报道。因为车路伤过塔，真有几个国家的汽车产业甲航空业者做伙开发飞天车。伫咧英国今年11月会启动全世界头一个飞天车和无人机的专用机场。飞天车演化进入真竞争的时代，为劳斯莱斯到航空业者到科技新创公司，这几年拢推出各种的飞天车。英国一间业者得到政府110万英镑的赞助，要伫英格兰中部的都市科芬翠设全球第一座飞天车机场，提供飞天计程车甲载货无人机起降。动画纳图显示，飞天车会为飞碟型的机场厝顶起飞，一卡站依照功能分几个区，除了坐车等候区，也有电影播放区、咖啡厅、甲休闲设施等等。And this new form of mobility, urban aerial mobility, will need its own infrastructure to support it. Passengers will need to interact with the infrastructure, arrive, book their flights, go into the passenger taxi lounge. 业者表示，就亲像公车会伫主要干道设站牌同款，为了让飞天车伫都市之间来来去去，公设专用机场有必要。未来无论是市中心的大楼厝顶，或者是离海海边，拢有可能设站。业者希望伫未来5年内，伫全球各地打造200个飞天车机场。动作这么紧，是因为飞天车投入市场已经特别到位了。eVTOLs are for passenger carrying purposes. The race is on. There's a company in Europe who are looking at certification in 2023. That is just 2 years away. There's companies in the US
we're looking at a similar time frame. 不过，分析指出，飞天车若正式加入商业营运，会互空中交通更较无形。相关的规范甲路线规划，拢要有完整的配套架势。国视新闻将回面评价。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对18度到27度。中部地区对18度到26度，南部地区对20度到27度，东部地区对20度到24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5度到2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